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提芬。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喺臨瞓覺之前咧，突然間諗起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個人，跟住就成個人覺得好痛苦，個心揦住，搞到自己翻嚟覆去瞓都瞓唔着。如果有個咁樣經歷嘅朋友，又或者你而家正在經歷緊，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一下你嘅諗法。其實我相信基本上每一位朋友都試過陷入呢種狀態，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硅谷嘅傳奇投資人納瓦爾，佢關於痛苦、關於焦慮、自治同埋幸福嘅人生哲學。睇完今日呢條片，我相信你嘅心智同埋智慧一定會有所提升。講真啦，我第一次睇到佢呢啲觀點嘅時候，真係有一種一言驚醒夢中人嘅感覺。有好多諗法，其實以前真係諗都未諗過。講下呢位納瓦爾先啦，佢喺硅谷咧簡直係神級嘅人物。佢投資過 X 啦、Uber 啦呢啲巨頭公司，眼光非常之獨到。不過最犀利嘅係佢對佛學都有好深嘅研究，所以咧佢好多睇人生嘅角度，其實都係融合咗商業邏輯同埋佛學嘅智慧。首先我哋講下納瓦爾點樣睇痛苦呢一樣嘢。每一個人都會痛，都會唔開心，都會覺得壓力大到爆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壓力同埋痛苦係點樣嚟嘅呢？納瓦爾用咗一句好經典嘅說話嚟總結，佢話其實非常之簡單。痛苦嘅根源就係你嘅內心出現咗兩種相互矛盾嘅慾望。乜嘢叫做相互矛盾嘅慾望呢？舉一個好通俗嘅例子，我想問下大家，想唔想發達？你一定會話肯定想啦，但係好多人呢，想賺錢嘅同時，心裏邊仲有一個潛台詞，就係我唔想咁辛苦喎，我想躺平喎，我想韌腳喺度就發到達喎。嗱，你又想發達，又唔想付出努力。因為努力咧會令到你嘅身體同埋精神咧覺得好攰好痛苦，呢兩種慾望完全係喺度打緊擂台，所以咧你咪會覺得好糾結好難受咯。我哋再講情感，我相信呢個世界上冇人唔想被愛，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好多人又唔願意100%攤開自己去愛人哋。呢種想得到又唔肯付出嘅慾望咧，又衝突咯。又或者好想為社會作出貢獻，但係你嘅骨子裏咧又係利己主義。奉獻同埋利己本身就係兩種相反嘅力量，所以當兩種慾望、兩種力量喺度互相拉扯嘅時候，痛苦就產生啦。用依家好流行嘅話嚟講，就係你既要又要，官人我要又想要。咁如果你仔細觀察自己嘅情緒，你就會發現咧，所有嘅唔開心基本上都係呢種相反嘅力喺度搞震。如果你因為呢啲事情搞到徹夜難眠，咁可以點算呢？納瓦爾話有兩招。第一招就比較消極，就係佛系處理，先放埋一邊，等佢自己冷靜一下先，遲啲再算。第二招咧就係你要做抉擇。如果你真係想賺錢，咁你就要放棄追求身體上嘅安逸，去搏命咁樣做嘢。但係好多人呢個時候咧又會揾藉口啦，佢會問自己：努力真係有用咩？其實佢喺度逃避緊，令到呢兩種衝突嘅慾望繼續喺度內耗。但係你覺得咁樣可以解決問題咩？肯定唔得啦。其實仲有第三種方法，就係斬斷其中一個慾望。既然發達同埋懶惰唔可以兼得，咁你呢，一係就係搏命，一係呢就直接了當。喂，我唔要錢，我追求平淡，我躺平。只要你丟棄咗其中一個慾望，你嘅痛苦呢自然就會消失㗎啦。納瓦爾講過一句好有型嘅説話，意思就係你由頭到尾都唔想要嘅嗰樣嘢，其實同你已經擁有咗嗰樣嘢帶俾你嘅快樂，其實係一樣嘅。聽落去係咪好翹口？但係你試諗一下，有啲人打機好計較輸贏，贏咗咧佢就鳩屎，輸咗咧就好似死老豆咁盤。佢要練到贏晒先至滿足到自己，但係滿足咗之後咧，佢又會覺得好無聊啦。呢一點同叔本華講嘅好似，慾望未滿足就痛苦，滿足咗就無聊。但係如果你由頭到尾都唔在乎輸贏，你只係享受玩嘅過程，咁你得到嘅快樂其實同嗰個贏晒全場嘅人係一樣㗎。就似我打機咁樣㗎嘛，我好廢，但係我冇所謂，贏又好，輸又好，我冇嗰種執念，我反而會玩得好開心。呢個世界上其實有99.9%嘅嘢你都係唔需要嘅，所以大家要諗清楚，你想要嘅嘢係唔係你真心中意，定係因為喂人哋有我又要有，你先至產生到妒忌同埋所謂嘅慾望呢？你真係需要咁多錢咩？定係因為你見到身邊嘅人買名牌啦、揸靚車啦，你先覺得自己要賺錢呢？你要做嘅係諗明白自己真心追求一啲乜嘢。就好似有個講法，一個斬柴佬大徹大悟之後，佢就會發現咧，生活最重要嘅依然係斬柴同埋擔水，因為佢已經心無雜念，揾到咗自己嘅節奏。講完痛苦，我哋再講下焦慮。
焦慮同痛苦有咩唔同呢？其實焦慮係一種講唔出嘅痛苦。你有冇試過呢？就係唔知點解，唔知為乜，成個人咧就坐立不安，好似唔舒服或者周身唔聚財咁樣。咁納瓦爾就認為焦慮係因為你生活入邊堆積咗太多未解決嘅問題，呢啲問題就好似一堆垃圾嘅一座山。咁如果你問我入邊有啲乜嘢喺度呢？你可能講唔出，因為實在太多太亂啦。焦慮咧就好似冰山一角，你見到嘅只係浮出水面個少少，但係其實下邊咧埋藏咗一大堆你逃避咗好耐嘅麻煩。點解會焦慮啊？係因為通常啊，你想要嘅太多，節奏太快，但係你嘅能力又跟唔上。你想達到嘅慾望太多，但係完全咧處於未解決嘅狀態，所以你個心咧就咪覺得虛咯。咁要解決焦慮咧，納瓦爾教咗我哋3步。第一咧，你就要跳出嚟，用一個第三者嘅視角去觀察自己。你要睇下自己究竟喺度煩緊啲乜嘢。第二，當你睇清楚問題之後，唔好驚，去解決佢。哪怕你只係解決咗一件好細嘅事，你嘅焦慮都會減少1分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就係唔好自欺欺人。好多人焦慮嘅時候會選擇逃避，然後咧同自己講：我覺得依家咁樣幾好啊，強行表現到好有自信咁樣。喺納瓦爾嘅眼中咧，你咁樣做咧，只係一個自大嘅傻佬，因為你根本咧就冇去面對內心深處嘅慾望同埋問題。有一句話咧講得好正，你唔可以一直做埋一啲無謂嘢、一啲傻嘢，然後咧又喺度自責，覺得唔開心，就好似你嘅唔開心咧可以令到呢件事變得合理咁樣。所以你一定要真正咁樣去行動，令自己變得更好先至得。講到尾啊，所有嘅焦慮同埋痛苦，其實都係源於慾望太多，但係能力跟唔上。所以點做啊？學識做減法，睇清楚自己想要嘅係乜嘢，真正想要嘅係乜嘢，先至係通往幸福嘅唯一出路。OK， 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你覺得有收穫嘅話，就俾翻一個讚啦。我係史提芬，下次再見。